手少陽三焦經，手走頭，手穴關衝，末穴絲竹空，主治胸、心、肺、咽喉熱性症狀同埋三焦經所經過嘅部位嘅症狀。三焦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個部分。上焦係包括心肺，中焦包括脾胃，下焦包括肝腎等臟器，分別屬於胸腹部三個區域。焦就是熱能表現，叫做氣。三焦係輸送水液、養料同埋排泄廢料嘅通道。疏通水道係水谷出入嘅道路。上焦如毛係指心肺嘅蘇部嘅作用。中焦如鈎係指脾胃消化轉輸嘅作用。下焦如軸係指腎同埋膀胱排泄嘅作用。三焦經係人體嘅大總管，健康嘅總指揮。通暢與否，直接關係着人體嘅健康狀況。三焦就像水道一樣，必須非常通暢，人體才不會生病。三焦主氣，它既是人體元氣運行嘅通道，亦係身體廢氣嘅出口。只要用氣功使通暢，或以扁術敲打三焦經，三焦嘅功能變強大啦，元氣才能運行順暢，廢氣才能及時排出體外，身體就唔會多毛病。不管係內分泌失調、消渴症、糖尿病、脾胃病、咳喘症，還係頭痛、頭暈、失眠、抑鬱症等等，只要把三焦經打通，呢啲病都會不攻自破。下焦係由肚臍至恥骨中指，包含泌尿排泄系統，保持胸部、腹部嘅機能運轉正常，係三焦經嘅主要任務。三焦經經脈發生異常時，身體會出現各種症狀，如重聽、眼角痛、喉嚨或面頰痛、脖子、下巴、肩膀、手臂疼痛、心窩至肚臍嘅肌肉發硬、生殖器、泌尿器亦有異常徵兆。